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最近你阁听到胡说啦？伊毋是咧算跋筊吗？哪会阁甲洗钱有关系？讲到洗钱是万恶的罪魁，你要信？人讲洗钱是歹人才会去做的代志，敢是完全无关系咱善良百姓？其实嘛有脚卡变做受害者，甚至污洗政治是无所不至。今仔日律师甲当事人斗阵来讨论。来，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咱台北地检署前检察官，嘛是现任的律师郑雅芳。大家好，我是郑雅芳律师。那么第二位是台湾渔业慈善洗钱反洗钱协会理事长简书勇。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简书勇。那么第三位是比特币甲渔业通会发展协会副秘书长，嘛是现任律师林尚伦。大家好，我是林尚伦律师。那么第四位是咱退休的员警赵明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先来关心到嘉义县议员蔡正宜何说啦？因为涉及到一帮假球案，被判刑。那么最近检方佮查出了讲，伊牵涉到替跋筊的这个网站跨国洗钱，金额有200亿。顶礼拜互法院裁定羁押禁见。那最近牵涉到跋筊洗钱的，唔那是这个案件，连老爸第三方支付的平台业者，嘛去调查局查出了勾结到诈骗甲这个顶线这个跋筊集团呢有关系。议员，你是冤枉的吗？坐伫警车顶，移送地检署现任的无党籍嘉义县议员外号胡须仔的蔡正宜，今年6月才防指控叫人恐吓供电业者，就算伊否认涉案，嘉义检方嘛搁咧调查，打过互桥头地检署掌握证据，怀疑伊涉嫌协助非法跋筊，转做虚拟货币，进行跨国洗钱，初步估计金额超过200亿。9月初期，互法院裁定羁押禁见2个月。蔡某涉犯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条例、加重洗钱等罪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本案初估洗钱金额达新台币数百亿元。同款涉嫌勾结线顶跋筊集团甲诈团的，阁有1999年就成立老牌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台湾里。今年6月有被害人指控无法度领钱，押金嘛摕袂回来，才发现平台已经倒店。检警查出实际负责人对2023年开始成立85间龙头公司做特约商店，阁经过代理收款的名义替诈团也是非法跋筊集团洗钱。它毕竟是一个合法的一个相关的业者啦，但是我们有注意到说，有一些业者可能经营的状况没有到非常理想，也许他要拓展业务，或者是他要追求利润，就等于是走到灰色地带。洗钱甲非法业者赚饱饱，但是受到伤害的，阁有真侪小企业，也是一般民众。即马科技发展紧，甲跋筊甲诈骗产业带来新的商业模式。为着斩断不法金流，所谓发展部已经建立能量登录制度，加强第三方支付查核。记者综合报道。咱看到这个新闻大，其实真侪观众朋友讲，这洗钱关我什么代志？今仔日是安怎爱用1点钟的时间来讲这项？第一，你普通人你也有可能是受害者，而且你不知不觉当中可能是变做加害者，这头一个。第二个是变做你平常时的生活会去用受到干扰，唔那你还阁有可能牵涉到这个庞大真大的利益。首先，我要请教一郑律师吼，这个胡须啦，4档4两。才洗走200亿，咱台湾是安尼钱假垃圾着，有通一年洗50亿，洗4档是洗啥物钱？我睇安尼自头到尾甲想起来，除了卖毒品的钱是垃圾的，无就政治的垃圾钱咯，无是啥物钱？通好洗遮侪钱，律师。现在其实很大宗是诈骗集团诈骗的不法所得。
的洗钱啊，其实说要洗这个几十亿的话，其实从我自己的这个案件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我有的客户这个受骗的金额，有的是2000多万，有的是1000多万的，所以一个人一个人对，就一个被害人，单一被害人就是被诈骗的金额就这么的高，所以你看，这就是一般人你感觉讲跟你无地带，洗钱无地带，因为伊有出口，伊的诈骗才会当继续落去。是安尼，对，律师，你当下讲一个人去骗2000万、1000万，迄是安怎发生的代志？哎，这个2000多万的这一个案件事实上是我一个这个日本的客户很特别不是台湾的客户好，那他是因为其实他在网络交友被骗，然后呢，那对方跟他讲说，就是先用。因为他是单身嘛，那就是先博得他的一个感情上的一个依赖，后来就跟他讲说可以帮他投资，那帮他投资以后，他就是把他所有的这个现存的所有的积蓄都陆续的，就是先转账给对方，但他的转账的方式这个特别的是说，对方叫他到这个加密货币的交易所要换成加密货币，你就跟他有关系了。对，马上就牵到关系了。对，其实也跟雨刷案的这样子的加密货币的洗钱方式是有关系的。所以当他后来被发现，就是他后来发现说，这样子他的钱一直过去给对方，但是呢，对方迟迟没有给他任何的回应，他才发现说他被骗了，他被骗这么多的钱，那他非常非常的着急，所以后来呢，他是从那个。其实为什么会到台湾来呢？是因为因为加密货币，它是说是用区块链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所以好像有一个交易的这个轨迹可以循。好，那所以他就想说，他就开始找这个委托那种加密货币的这个交易所来帮他分析说他的钱的这些去向。结果呢，他就看一看人家跟他讲说，他这个可能到。台湾，因为台湾之前查获郭哲敏的这一个洗钱案件的时候，然后我们的这个刑事警察局有公布这个路线，有扣得的这个账户，有扣得加密货币的账户，所以他就想说，如果这个部分他可以从中对家来贴，对，所以他就请这个这些分析高手帮他分析这一些加密货币的这些流程，结果讲了老半天，那刑事局不采纳。因为那样子的分析的这样子一个流程，其实有很多路线，因为它其实加密货币它开了很多人头的加密货币账户，因为参难做伙，唔知啊确定讲这东西你的钱。对，因为中间他们一直分层，然后就是又分化又整合，所以你到后面你根本搞不清楚哪一笔钱是哪一笔钱的。所以这就是真正即摆洗钱，唔是讲给你摕来用这个洗衫机给你洗啊，洗是就是讲你的乌白难做，但是这个故事听落，等于是后来这个钱敢有摕到？因为其实我们也跟刑事警察局沟通了很久，但是因为当时他非常非常的着急，那结果就是因为刑事警察局认为说这个钱的管道加密货币管道是没办法这样子直接这样稽核回来的，所以后来这个我们就如实的跟这个客户交代说，这个部分我们可能跟刑事警察局沟通是没有办法得到你想要的一个结果，所以其实他真的非常的难过又伤心。就等得水。人财两失，对，哇！但这个安尼，我就爱问讲，恁这个反洗钱协会理事长你家己嘛是这个加密货币是恁的公司还是讲恁的机构嘛？是。他对电律师所讲的，讲因为水龙头足济，大家强做伙，根本就无法度在法律上，来确定讲这个钱原本拢是你的，所以我一抛。这个才要2000万拢互你，袂使安尼。这个跟这个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报告，其实刚刚郑律师说的就是透过利用币流分析系统去做出一个所谓的币流分析的突破大家可以导播可以带一下我手上这个板子，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所谓的利用这个加密货币分析软体得到的币流分析报告。但是这个报告呢，其实会有很大的就是争议性存在因为我们都知道币进到交易所里面它会混同，那混了以后它到底出来是哪一笔
其实是你需要透过跟这个交易所去做确认以后，你才能够知道到底是进到哪一边。那有些呢是像这种比较单纯一点的，我们刚刚的这个呢就是比较复杂的路线。你两张看起来我拢感觉真复杂。这一张是相对单纯的了，这张已经是相对单纯。是要安怎看，佢就相对单纯。它的线图越少，它经过的点越少。你看，像这个点只有几个吗？线只有几条嘛？那这个就是比较相对单纯的路线分析。那如果你看像这种的是，你看它进到里面一进去就分裂成4个点以后，那还要再去做往下走的话，那这个就是比较稍微复杂。那这2个因为是要给观众跟主持人看的嘛，所以也相对简单了。真正复杂的是好几千万条线画在一起。理事长，我给你请教哈，我用一个简单的譬如，给观众朋友听，是不是安尼？就是讲，伊这每一个点有可能家己是水道头，嘛有可能家己就是水池啊。可以这样理解啦，对。所以有当是钱入来，钱出去，你入来100，出去然后1000，但是可能这摆你入来这个100，可能有2块，出去到这个1000的所在，所以。在法律上无法度来做认定，在技术上嘛无法度做判定。技术上还是有可能啦，只是说在法律上就是会变成说有争议嘛，就是说，我简单讲一下到底是什么哦。例如像是假设说啊，这个受害人他把他的钱打到这个交易所，从线图上看是这样嘛，那他可能啊这个打到交易所，但是问题是他打进来到底是不是这个被害人他打进来，然后再出去到另外一个我们要查的。那个就不一定了，因为你刚刚看到钱丢，对，他进来以后他会混在一起。那你混在一起以后，他出去，比方说我 A 进来打到这个交易所，咱看得到，对，看得到。那但是出去以后，是不是就是这个 A 出去的？不知道，因为有可能是我其他的交易，是我可能 B 或 C 或 D， 那个不一定嘛。所以跟咱一般的考则无同款，不一样。加密货币特别的地方就在于跟传统的金流是不一样的。我们银行，我比方说，我简书用，我打到台新银行，然后再从台新银行领到我下一个要去的银行，这个都很明确嘛。那加密货币不是这样子运行的。哇，这麻烦的，这法律上有法度处理吗？其实这边我想稍微补充一下前面2位讲到的东西哦。其实我想先说，就是关于博弈这一块，它的洗钱。博弈这一块，它其实很常被博弈平台被用成一个洗钱的工具，因为其实大家都有听过嘛，我们跑去澳门赌场，我们把钱换成筹码，筹码再换回钱，我这个钱好像就变得跟我原本的犯罪的追查上就不那么容易了。其实这跟刚刚我们的简理事长讲到了，其实有点类似，因为我在我这个赌场，我很多人可能说把正常的钱丢进来换筹码，我把不健康或不健康的钱都丢进来换筹码，我换出来之后，我这个钱的来源可能有一部分来自于健康的。这样就会导致于说，我无法去追查原本的犯罪所得，这样出来后的钱是不是也是来自于这犯罪所得？其实这就是刚刚那个主持人你也讲到洗钱啊，洗钱这个词其实来自于美国芝加哥黑帮的1920年代。其实为什么会叫做 laundry 呢 ？laundry 其实洗衣服的意思。你自己开洗衫店。对，你很懂哎。那个主持人你很懂，对，其实就是用洗衣机来洗钱。那只是后来泛称着所有借由合法的外观包装来把犯罪所得变成不是犯罪所得这个过程，就都叫做洗钱。那当然所以很多跨境的这个交易平台会变成是诈骗集团用来洗钱的一个工具。可是这也不外乎其实本身跨境博弈集团他们所获得到的赌金也是非常的多的。因为其实线上博弈也会有非常对，他们自己也有钱，所以有些钱是我正常我的赌客，我去跨境博弈交易，我去参与这个博弈，然后在台湾因为本身是赌博非法的国家，所以我台湾的用户我如果进去，其实我这个赌资也会被当作你经营赌场的犯罪所得，然后再加上可能是有诈欺的钱，也是借由这个平台来进行洗钱，对，所以其实这个都会有犯罪所得的问题。那我这边想要再提到的，其实是台湾政府法规真的有在做的事情，就是其实常常洗钱，我们就会把所谓的加密货币去换成法币，这个动作我们叫做出金。那这个动作其实台湾的法规就已经要求了，出金啦，对，出金这个出金的事情，从虚币到法币，这个是洗钱防治法要求你一定要有进行洗钱防治登记的单位才可以做。我们这边可以稍微看一下旧法跟新法。
就我这边是想要帮政府讲一下，其实政府是很努力的，想要遏制这一块的事情发生。对，但是就不再搞。其实效果是蛮有的，我跟各位简述一下哦。这边可以看到过去的旧法哦，其实你没有拿到洗钱防治的登记，你就进行这个这虚币跟法币的兑换。这边讲哦，其实单纯的罚金刑是50万到100万的这样的罚金。可是因为太泛滥了，太多了这种私自业者在进行嘎当对出金的动作，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新法。新法这边哦，它其实根本不管你到底有没有涉及洗钱防治哦，你只要没有拿到洗房登记的牌照，你就做这件事，不好意思哦，我是直接罚你是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然后罚金也是10倍的增加哦。那其实，在这个事情发生后哦，很多那种我们叫做 OTC 啊，就是场外交易的个人的小的这种币商的业者，其实数量已经大幅减少了啦。那这个是我想去补充说，政府有在做的事，也是说法律上可以怎么做。我可以跟你讲，目前台湾法规在做的，其实这是这个旧法跟新法，而且对于个人的 OTC 币商其实是有一定的效果。咱讲坦白的啦，是，这是掠税买的，是不是？啊，大尾其实是真歹掠。可是对啊，目前就是我好公道白来讲，就白来讲，这个法律哦，敢若掠税买，大尾掠无啥会着。其实吼，因这虚拟货币内底吼，因主要是讲伊来台湾吼，伊落地啦吼，就在台湾落地嘛，在日本、在泰国落地吼，在很多国家有落地。啊，伊落地是安怎？我要去换钱，这个人吼较麻烦，因为伊去用管制。但是伊入水迄边其实是无影响的，是讲我这个人，因为咱洗钱是安怎，就是讲我这笔钱无爱互人知影，啊我要有骗人，啊我就过来手过到你遐，啊但是咱若这个虚拟货币的管制吼，不管是法律还是讲伊在想要一定要换做真正咱平常时利用的现金的时阵，你较歹创安尼尔。因为你爱去领这笔钱变现金才通爱用嘛，我看会到啊，接袂到。啊，其实吼是这个所在有问题尔，啊，但是伊为头前，譬如讲我即马摕到钱，摕到垃圾钱，我去买虚拟货币这件代志，其实伊是影响是无大，这无法度限制。啊，伊伫内底转来转去，伊嘛管袂着。迄是上尾要出水的时阵，要出金的迄个人较麻烦尔啦。啊，洗钱上简单的概念就是讲，我这笔钱袂使互人知，所以我先互伊。伊才互伊，啊，过来手甲你遐，所以这跋筊吼，90%跋筊的集团吼，拢有伫做洗钱，因为是两项的双向的啦，就是讲第一，我若要洗钱吼，我用跋筊是上好洗。以前咱古早时阵有买啥？买什么艺术品啦？因为买伪造，一个画是要伪造，你看10万还是1000万还是1亿，拢会使对无？凊彩你讲嘛，啊过来就是讲空头。公司我买一间公司，还是买一个房地产10万嘛会使，我100万嘛会使，要1亿买嘛会使。啊，伊即马想要跋筊，我要钱互骗人，我就跋筊我输你就好啊。我输你1亿2亿，我输你就钱就变你的啊，连洗都免洗，我就输互你。啊，但是即个钱我输互你了，你也甲摕倒来台湾嘛。啊，你摕倒来台湾要安怎？所以你爱为别个国家甲钱洗倒来台湾，无人大家拢知影你身躯有1亿有2亿嘛。啊，所以像这。护士啦也去越南，即马就是越南、菲律宾，啊个泰国，这几个国家安怎？你若去旅游，你就知，因吼足侪迄个地下汇兑，你伫路边就通换钱，迄换通换几百万的哦。迄路边一个迄个凉亭安尼，个通换100万，因为金融管制无遐严格，所以吼，有的人吼，我有熟识朋友伫做这安怎？伊逐工早起坐飞轮机，坐迄个廉价航空吼。机票2000几块尔，啊无早行李也飞过去，下昼佫2000几块飞转来，安怎派现金嘛？早起派现金过，伊派泰铢过，啊派台票转来，佫派泰铢过，佫派台票转来，逐工坐飞机安尼，啊4、5千块尔，伊会好啊。伊用安尼派现金买好，嘛有人专门伫做这哦，嘛有人专门伫做这，所以因的金融管制无遐严格。啊，咱台湾这边是管了较严格，变种你想要车手，还是讲拄仔讲的要出金要出水的时阵。哦，你较麻烦啊！但是头前这个过程吼，其实拢毋是伫台湾做的，大部分拢毋是伫台湾做的，就是你摕到你乌西的钱，拢啥拢伫外国伫交付的啦。啊，就像拄啊，历史讲的，日本的客户，伊的钱嘛毋知伫倒一个国家踅上尾甲台湾，但是伊是全部全世界钱拢踅
洗入去共一个虚拟货币的口座内底，其实你嘛唔知迄是谁的，嘛唔知是偌济人的。所以就被我甲你请教吼，也许可能在座三位吼，就是讲啊，既然台湾要出金吼，较麻烦着，我来找全世界上好出金的所在，我来撇去啊环游世界80天，你嘛是13啊无对啊？所以护士啦，伊就是逐个月爱去越南过来抓，就是安尼啊。吼，但是越南是较好出金，但是即马渐渐关注，我要请教律师吼，即马咱台湾是如何在最后这一段来防治这个出金洗钱的这个方式，在你的这个职业的这个经验，或者是讲你在地检署的这个经验。其实其实它一定要透过一个实体的。一开始啦，哈，如果说是要来诈骗的话，或者是赌博的话，它一定要透过一个实体的金融账户，好，当然现在也有那种虚拟货币的加币机，也有这一种哦，但是台湾的这个数量是比较少，好，那一般还是以这个，如果是我看到的诈骗集团他们的案件啊，它就是要汇入一个实体的一个金融账户，那样子的账户通常是用人头账户。其实台湾很多啊，就是如果自己变成被告的话啦，那通常都是交给人家去使用自己的一个账户。那种人头账户最好使用了。好，那像这个雨刷集团的这一个，它其实也是比如说，因为在台湾是这个不容许聚众赌博嘛，哈，就是所以它那个牌照啊，它那个伺服器都架在那个柬埔寨那些地方，不是在台湾。但是呢，它在台湾，它还是要有一个可以就是让赌客去汇入赌金的一个账户，那样一个账户呢，好，那可能是一个实体的一个账户，或者是第三方支付的那个平台，好，你就把它想成你的 Line Pay 那样子啦，好，你就把它付进去那样子的钱，那它透过这个钱，这个是一个人头账户，那人头账户进去了以后，它再赶快去转成，它就马上提领了，哈，它就变成那个加密货币，好，就开始层层的去分层去洗钱，所以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是说，比如说到底加密货币看起来很复杂，你就把它想成像我们的实体金融账户，因为早期的诈骗集团啊，他在用的时候，他是大量收购这些人头的金融账户，那他就是分成我看到我的那个案件里面啊，他弄了非常多的人头账户，然后就是进来了以后，然后又跟里面原本的账户的钱去做一个混同，因为钱本来就有混同的这个性质，好，那他再分出去其中的一小部分，然后呢，因为诈骗的就是陆续的被害人钱一直进来嘛，然后就有各笔被害人的这个钱，然后他再混同，然后再去别的账户，然后但是他会第二层、第三层，我看到的至少都设4、5层的账户，4、5层，然后这样子一直洗，混同再分开、分散，然后再混同。像这样子一个形态，这是早期的诈骗集团都是这样来去使用，但是呢，中间很容易的是用现金的断点。现金的话，像很多比如说你的假检警去你家跟你在那边收现金啊，就是说我要帮你做这个你那个清查你的金流，好，所以就是去给你收现金，好像现金就是一个很容易切断的一个方式。所以刚才主持人在问说，那我们怎么去看到我们台湾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因为现在洗钱防治法严格的要求以后，那就要 KYC， 好，什么 KYC 呢？就是认识你的客户。现在金融机构开设账户不是那么的容易。那所以在这一个在开户的这个过程之中，还有在款项进来的时候，其实甚至小笔的钱，我去银行如果正当的要去汇款给，比如说我的客户，或者是帮他去汇这个30万、50万，你的金流对，以前是50万哈，就是这个调查局这边就会有管控啊。现在任何一笔钱其实只要超过10万块以上啊，银行就开始紧张了他先要认识你的客户，然后再辨识。对，然后再去辨识你这一笔钱要干嘛。他就会要写交易的这些用途，他就会一笔一笔的写。但是我昨下我就真去找这个新加坡迄个洗钱迄个案件，最近传出来迄新加坡的案件，因为高级的官员啊，因洗钱洗对新加坡洗去澳洲洗去到非洲洗去到这个杜拜去换黄金。
黄金了，佮射去到阿姆斯特丹讲超23摆，啊，才头好现这黄金。恁的这个鱼艺的货币内面，因为他都像石伯啊讲，你只要卖领出来，你拢无代志。啊，这敢有这种客户讲，伊从厝拢坑掉了。吼，啊用这个零钱包。吼。零钱包哦，这大家听了，唔是咧讲这个瓜主席的哦。你给咱介绍一下，什么叫做零钱包？啊，有冷的，敢有烧的？因为冷钱包就是当然有冷钱包，一定就有热钱包嘛。那一般来讲，冷钱包指的就是不连上网路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保管虚拟货币。一定是伫 USB 来。对，它通常长得会像是一个USB 啊，或者是一张薄薄的卡片啊，好等等的。但是其实并不是把虚拟货币存在那个 USB，也不是把虚拟货币存在那张卡片里，而是说把那个我们讲叫私钥，就是把密码存在那个实体里面。那如果今天他要提领的时候，他需要用这个实体的冷钱包去做解密的动作，他才能够领走。因为所有的虚拟货币都一定是存在区块链上，就存在网络上，所以不管是冷钱包还是热钱包也好，虚拟货币都是存在区块链上。只是说，那我今天钥匙我是放在网络上，还是我今天是放在实体的硬碟？啊，这有差别吗？有差别，因为如果你在网络上的话，那你骇客很容易透过网络侵入到你的电脑里面，对，要拿就拿走。但冷钱包就比较安全，相对，因为你一定要跟它连线。你一定要有实体的这个东西，它才能够有办法，就是做移转。对，所以说这是冷热钱包的差异性。所以如果我那是犯罪集团，我就知影讲恁最近风声就暗的，我就调工电路师在所在，我都卖去给领出来。但是我等到后时机了，我来去模拟所在。对，即嘛泰国啦、越南拢互恁攻破去，我来去找这个。南美洲，这个，像咧韩国的连续剧咧搬咧，这个什么，荷兰的这个殖民地，啊来去改，敢有这种类？有这样的类似案例，非常知名。在2016年，全球数一数二大的一间交易所叫 Bitfinex， 他们被盗了上亿的泰达币 USDT， 在2016年，但是攻破它以后是4年以后的事情了，对。4年造了逍遥法外啊？没有，最后有抓到。那他们为什么没有被抓到？就是因为这4年内，他们把他们偷来的虚拟货币一直存着没有动。但是当他动的那一瞬间，那就会触发到警示系统，对 ，alert 就那 FBI 后来就是循线，最后他们怎么露出马脚？因为这连一对夫妻啊，他们用这个虚拟货币来支付买 PS5的游戏。去沃尔玛买东西，然后做 Uber 的时候用虚拟货币付款，所以就被发现了嘛。所以他也不一定一定是他要转换出金成法币的时候才是抓他的那一瞬间。对，他只要使用的话，他就会移动就会留下蛛丝马迹。然后最后 FBI 就是透过侵入到这对父亲的云端硬碟，然后查出他有所有的这个他藏的账密。然后跟这个所有的相关的证据，然后最后把他们逮捕，这是非常有名的案例。我听这个听起来总有天赐月明的一天哦，总是有。但是阿能爸爸毛胖是可能10年10当爱啊。对，就像刚郑律师讲的，就是司法机构能等，但是受害人不能等啊。咱会当想到伊的心情，伊安尼单乱啊，单到安尼2000万啊都无去，啊走来个。我还有客户哦，他是一生的退休金哎，那个退休金1000多万，这样一辈子的退休金，然后就这样没了，因为他是这个客户他是有至少2个客户都是1000多万，就是那种假投资啊，就是说跟着哪一个老师做操作这样子，所以就把钱去投入了这个对方所谓的说跟着这个可以一起操作的这个账户，然后都是一个线上你看起来好像有一个 app 哦，好像可以那每天买进多少卖出多少，其实那都是假的。所以这样子退休金就没了，那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啊！那个自己没办法过得去，家人也是一直在怪他。这有的会闹到掉头自杀，明明就是受害者，感觉真见笑，
会脑家会出人命的吼。我请教律师吼，恁咧看这个比特币也好，还是虚拟的这个货币吼，这安尼看起来就无健康啊！啊，要安怎互伊安尼较健康来发展？除了法令来较管制以外，啊，讲技术上通好佫更新，佫变较厉害，会点啊防制，还是讲无？这个科技来自人性，人性就是善恶分明。好，其实这边可以跟主持人分享一下哦，像刚刚我们的理事长还有律师其实讲到，哇，这件事我已经被骗了，好难查。可理事长讲一个案子，其实是直接就查到了。其实这边的很大一个差别是在你什么时候锁定你的钱。像我自己也有的案件哦，是啊，真的好多人都是情感上面被骗。可是当他很早就发现，他其实很早就开始跟他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我很早就知道。我其实已经汇到一个诈骗集团那边，你从那个时候其实就跟警察开始调查，然后你的汇，你一开始你原本你就不是一次就汇500万了，你一次就是汇2万3万，然后用这样子的方式可以在下对，然后让金融报告我就可以知道，哎呦，因为这边我就会知道我2万我不断的汇到了一个虚拟账户，因为其实在真的币流报告，他们很多时候都会先在网络上做一个虚假的，不是。他们在网络上，在一个没有那么严格的交易所去办一个账户，或他自己的冷钱包账户，他先汇到冷钱包账户，然后才汇到中心化的大交易所来洗。那当我很明显的就锁到我一直有小额的汇到这冷钱包账户，我其实就可以开始锁定了。然后这时候你可以做几件事哦。第一个，像我自己啦，我们也会去连线像这个币安啊，或者是这个火币啊，或者是 Coinbase 这种最大的交易所。我们就跟你讲，你看这个冷钱包不断有一些小额的，然后是违法的钱进来，其实这时候交易所就可以来帮你做了。交易所不能做的是，你已经都被骗了2000万，然后已经过了5-6个月了，然后一次1-2000笔进来，这时候都混同了。你要来跟我要2000万，可是我都没法动。对，如果我早就知道了，我很早就意识到这个人是诈骗集团，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可以抓到了。然后不止。交易所可以锁定这个冷钱包，可以封锁它这个冷钱包存在这个中心化交易所的钱。你还可以像我们可以讲到有个叫 USDT 是诈骗洗钱者最爱做的，因为它是稳定币，它这个价值不会像比特币有这样波动，它可以很好去结算。USDT 它的发行商是 Tether， 它也是中心化的一个发行商。我自己也亲自炒作的啦。对，我们可以让 USDT 的发行商直接封锁这笔 USDT， 这都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是要让大家非常的尽量去熟悉，再这样科普一下加密货币的知识，很早的知道这个人就是个坏蛋，我可以很早的锁定，而不是我都汇了2000万，然后这个坏蛋可能已经骗了几千人，那种混同真的很困难。安尼听起来，咱石伯啊，因的股东、因的劳动数拢有代志通好做，因为挑工去钓鱼，安尼就会当抓啊，是不是安尼？理论上是安尼无唔对啦，但是你若讲。你若是健康去钓鱼去掠吼，其实伊金额是足少的啦，金额是足少的啦吼。啊，你是讲，就敢若讲，之前有人讲吼，你迄警示账户哦，那个汇10块50块，啊，互伊去停伊个口座安尼吼，是制造伊的麻烦。啊，但是实际上吼，你要掠到伊的本体，其实是较困难啦。其实是较困难，迄就是我拄仔讲的嘛。你若伫一个国家，你有落地，你有法令，像有这洗钱防治法，伊是领出来较麻烦。啊，你若像这钓鱼啊，我一寡甲你饲，甲你饲，互伊去处理这件代志，足麻烦。啊，但是你若一旦有人吼，一届互伊骗1000万、骗2000万吼，伊头前这损失拢无算啥啦。头前口座啊，是几个人头去用弄掉，伊拢无差。我1000万摕去，我头前了5万、10万，对伊来讲其实是无啥。哎，唔是敢若讲这个比特币的问题，其实伊的手段有足侪种。其实这虚拟货币是其中的一种，像我拄仔讲的跋筊嘛是一种，吼啊买什么艺术品嘛是一种，啊炸钱飞来飞去嘛是一种。其实因一个集团吼，因这个水房内底做的绝对唔是一项尔，绝对唔是一项尔，用。足侪无共款的方式，其实无共款的方式，你愈歹掠。你本来想讲哦，伊这是不是用比特币去汇，结果唔是用更钱的。啊，你想讲伊更钱的，要去甲登，要去甲掠，结果唔是，是买比特币。其实伊是足侪方式去做的，所以伊这水房遮厉害，就是安尼，伊就是无共款的手段，啊无共款的方式吼，啊伊咧交替你用，就敢若讲我钱落来了，伊唔是讲我汇互一个 A 公司啊买比特币了，伊就解决，像你拄仔讲的买。有20-30手安尼踅来踅去，啊，伊嘛是共款来中国断点出来买黄金，哦，啊去买珠宝，啊是讲现金领出来，哦，啊搁管好啥，啊搁买一寡迄个贸易物品，买假，
我给你买一个货柜来讲500万，结果内底是空的，啥物拢无，反正我进口就互你500万。伊的手段是足侪种，是综合性伫内底运用的。啊，这上麻烦的是伫遮。但是我还是真好奇，这个护士啊，4年通好洗200亿，啊，咱台湾有50亿，每年互伊去洗出去。台湾有遮侪诈骗，因为一年去用诈骗的人会积金呀。几千亿哦，一年差不多1000多亿。哦，安尼就不怪啊啦。对啊，其实吼，伊这护士仔集团吼，伊是其中一个尔，咱台湾的水房绝对毋是即间尔啦。台湾一定足侪水房的，因为伊家己有伫做跋筊，跋筊就是我著讲90%以上吼，伊一定有兼做洗钱，因为伊家己跋筊的钱嘛要洗掉啊。家己跋筊的钱都要洗掉，顺续帮别人洗啊。因为跋筊的钱本身就要洗，比如讲我去越南。我赢3000万，我要摕转来，我无得捐转来啊！我一定是爱用汇款的嘛。但是汇款你会互人知影讲哦，你黄皮人哦，赢3000万，赢5000万，足有钱啊！你无爱互人知，你一定爱想其他的办法洗倒转来嘛。所以伊本来做跋筊的人，伊本身就是洗钱，洗钱甲跋筊，伊本身是一个一体两面分袂开的。所以伊这是变做是家己需要啊，家己开店来做咯。对，啊，搁爱做别人的生意安尼，顺续趁别人的钱啦。哦，一只马安尼使足侪头路安尼啊。但是我要请教律师吼，若是亲像安尼，咱要安怎来对查？伊像护士啊，这也有别人的钱，也有家己的钱，也有替人诈骗集团的钱。啊，尤其伊这特邦的这个跋筊这项代志已经几档进前啊，几档了后，我相信那个水房还继续咧开呢。啊，这是要安怎对查讲不法所得，这是安怎认定？像这一件这个雨刷集团的，其实还有台湾也有好几件都是像这种博弈集团，好，或者是其他的像郭哲敏那种，那个金额都是几十亿或者是上百亿的。哦，像这一种的话，它可能就是就是因为这个金额进出的是很频繁，反正这一定有被害人报案了。或者是因为博弈集团一定也有人就是说也有人可能损失了很多钱，然后去开始说我的钱怎么走的，他一定要先找出被害人出来。所以呢，从这样子一个钱的这个流向呢，他再去做一些监控。那其实现在很多这些集团哈，他们诈骗集团或者这些哈，他们都是用那个加密的通讯软体，再做一个就是联系。啊，所以呢，像这种的追查其实又更不容易，所以他可能会先锁定说从实体开始去做突破，实体的金流开始去做突破，然后层层的去分析说这个钱跑到哪里去。比如说雨刷的这个部分，它是用这个外币，它是有这个就是说境外的一些人头户的外币账户，然后再转成加密货币，然后再去洗。好，所以像这样子的，他有去冲破他在高雄的这个机房，那他早就，因为他前面有6月的时候有先搜索一次，那他可能从这个从这些人扣案的这一些比如说手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就是储存在云端的这些资料，再来去逼他们去讲出来说你的这个钱的流向是怎么跑的，然后再从里面开始去找就是说先要有一个线，然后再开始找更多的这个钱是怎么去洗的这一些的这个流程，然后再去把那个重点是一定要把它扣下来那些犯罪所得。如果你没有扣到犯罪所得，其实做老半天那些被害人真的是就这样子写。无法度查，知影讲有犯罪，但是连钱都摕袂转来。对。所以其实像我有至少好几个客户哦，真的是捶心肝呐。明明知影是伊偷提。对，那你那个钱人家就已经老早就转出去了，他不知道是跑到哪里去了啊。所以我就算报案了，其实有时候哈，最后哈抓到的都是那些人头户，那人头户没有用啊。然后如果现在有及早冻结的话啦，但是往往被害人哦发现说被骗的时候，都隔一段时间，太慢了。哎，所以自己真的要提高警觉，提高警觉吼。不过我相信这吼，观众朋友你若有咧上这个线顶的这个跋筊网站吼，啊，你就要注意听哦。我要请教咱的监理事长哦，一般这娱乐性的，吼，这什么
什么什么上线啦，迄种广告啊，迄种物件，因到我们咧做 KYC。因到我们咧做 KYC。好，那个跟主持人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做 KYC 的只有2种人有义务。第一种我们讲叫做金融机构，那另外一种叫指定之非金融机构。那什么叫做指定之非金融机构？几个我们常见的，像银楼啊，那例如像是我们现在被纳入的虚拟资产货币交易所啊、第三方支付啊，这些都是指定之非金融机构。那至于说博弈网站本身有没有做 KYC 的法规范的义务？没有，它没有需要做 KYC。哎，该立这个法就讲，你来做这个 KYC。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原因，是因为博弈网站在台湾基本上不赌博罪嘛，线上赌博罪是违法的。所以它是违法的产业，我们根本不可能让它。我本身就是违法的，啊，你叫我做 KYC， 所以根本不可能嘛。是，但所以这无就是大家较开放者，讲互你来合法，因为这现象，所以你要纳入到咱的法令的规范。这个就是国家刑事政策的考量啦，就是这个是政策的考量，那这个可能没有办法智慧，但是我倒是觉得说，刚也补充刚几位律师讲的一个还有包含我们10几官提的说，这个到底要怎么样有效率的去冻结这件事情，其实在台湾碰到的挑战跟困难主要是在哪里？最重要的其实是因为台湾其实这种洗钱虚拟货币都是跨境的嘛。那跨境的话，我们就可能要跟国外调资料。那台湾的警方往往听到说是国外的，对，那要司法互助合作，那我就放弃了。他可能现在的警官大部分看到说只要转到境外去，因为通常诈骗嘛，诈骗虚拟货币，然后就马上第一时间把虚拟货币转到国外的交易所，那就拿不回来了，因为他要做司法互助。你听起来咱台湾是洗钱的快乐天堂，某程度是。但我们现在在洗钱防治上非常的努力，要追上国际的这个规范跟要求，甚至其实有些扰民的程度了。像我刚那个会前才跟那个上轮律师聊啊，他说其实他很多朋友都被误设警示账户，其实有点就是有点杀红了眼啦，现在是有点杀红了眼的状态。我是研究这个问题，请教林律师哈。我他意思就是讲你大交网站既然甲这牵涉足密切的，我来互你合法，你爱落地，你落地了后，我来要求你纳入到 KYC。其实我可以理解，因为其实过去台湾其实曾经这个可能会比较偏题了，可是其实台湾曾经有无限接近于博弈事业合法化，其实就是离岛博弈建设条例。那刚好我也懂这个议题，因为我曾经是就是政府机关委托的对这个事情的研究员的一员啦。那其实过去是希望在澎湖还是在离岛去建设，可是其实最后澎湖的公投是没有过的哈。那澎湖最后没有过的话，其实我们还是维持刑法的这个违法，就是今天如果你是经营博弈事业，不管是在本土还是跨境，即使你是做跨境的，因为其实在很多大部分洗钱都是线上跨境，你去把币打到他的钱包，然后可能就是加入整个洗钱的行列。其实台湾在跨境的博弈抓的也是非常的严格的像非常多就是博弈，我才只是单纯讲博弈，已经不讲洗钱或诈骗了。其实台湾在博弈业抓的是非常的严格的，那要直接跨越到博弈合法化，其实那个工程是很长。可以给主持人参考，单纯离岛要做这个离岛条例，其实那时候就讨论了快10年，公投也公投了好像5、6年，然后最后没过。所以整个这个我们要讨论一个博弈合法进程，然后因此而可以 KYC 纳管，甚至让博弈业者加入就是该 KYC 的一员。对，我觉得是个这会是一个可以解决的一个方式吧。可是你会面对到的是一个更大争议的博弈要不要合法化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更复杂的，对。你强夺变瓜兵啊！刚问我完全不敢回答。对，我来这边来瓜兵来讲解。因这些是足巧的，我们就是不懂，我们就是不会赚钱。我讲因是安怎 ？A 国伊袂使博缴，对，但是伊有钱，伊出钱，伊做幕后的资金，但是伊甲网站放伫美国会使博缴的所在。伊的程式设计甲伊的软体资讯伫内湖，足济我熟悉过6间，
伊专门帮人写迄个赌博的程式啊，线上投注的迄个机制是咱台湾设计、台湾做的，但是放伫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迄个国家是会使博缴的。啊，但是吼，迄出钱的公司，佫毋是台湾的公司哦，是譬如讲欧洲倒一国，还是美国倒一个所在金主，伊出钱去做即个博弈网站。啊，其实伊这三个所在拢合法，伊这三个国家拢合法。啊，但是你伫博缴的时阵，你上网博弈，你线外下注啊，对无？你是线外下注，你也毋是伫台湾博缴啊，我伫另外一个国家博缴，我上网络去博缴嘛。所以其实吼，因这即摆伊这线上博弈有足侪方式，拢当倒壁讲你甲管理，因为伊钱嘛免管理，啊博缴嘛免管理，啊咱当然甲咱写，所以我这是康书妄想，嘿，啊咱就是伊拢比咱较先一步想到啦，因的方法比咱人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让你先想到啊，咱个想办法来追查，啊，搁想一个新的方法，哦，咱个想办法来应付。其实因遮的人吼，实在是我讲实在，因遮是足巧的啦。因方式实在是足济的啦。啊，那这要讲到底吼，四位吼上后尾的时间吼，问一个彻底的问题：这项代志是只干会当减少，无可能杜绝，是不是安尼？因为现在这一些诈骗集团还有博弈集团，他们的手法哈，哇，真的是那个非常的精进，可以都拜他们为师了哈。其实我们很多的政府机关或法令哈，都是要因为那些或者是警察要怎么去抓案件哈，都是要跟这些诈骗集团要学呢，哦，因为他们太厉害了。所以呢，没有办法，看起来是没有办法去杜绝，但是你必须要去宣导。说我们其实，如果今天我是民众的话，我应该怎么去做？我不要被利用到。好，那我如果说像这种，比如说有一些这些博弈集团好了，当然他如果是上游，他就是想要去吸收这些赌博来的钱嘛。这个另当别论哈啊！如果说我们自己的话，就是你如果去这些这个博弈网站哈，去赌博，有时候去赌一下，其实那个赌金一下就马上就没了，其实很容易啊，很容易就一直钱都出去了哈。那这是一个很容易哈，就是说钱没有的一个管道嘛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也不要被利用哈，被这一些诈骗集团或者是博弈集团去当做这一个工作里面的一员。因为这个里面全部哈，他抓不到上游的人了，都抓你这些倒霉鬼。好，那你的这个刑度都跟他一样高。哦。因为他是一个主持犯罪条例啊，他是一个主持啊，所以那个论罪啊，那个都是一样一起来论罪啊，只是说手法的不同，那他可能还会看说最后量刑的一个结果，但是一样都要被这个要被办啊。好，那另外就是说其实我们要在投资的部分，或者是我们在保管自己的账户，也要非常非常的一个小心。按怎讲？因为你的这个我们的账户，像我有客户啊，他的自己的就是说，可能先被骗了以后，先被骗了以后，那对方就跟他讲说，哎呀，那你给我你的账户，我过一阵，我就是说我可能过1-2个小时，我查完以后确定你没问题，我就会汇回来给你，所以他又笨笨的把自己的账户又提供出去啊，提供出去以后，后来呢？他是被害人，先被骗了钱，他居然还变成这个诈骗案的这个共犯。所以还被起诉，我帮他处理了很久，然后后来骗钱啊，搁替伊算钱。对，后来还被北检起诉，然后后来还好，我们说服了法院判无罪，然后又到高院也是无罪确定。所以有时候你自己被骗钱，你还会变成你是诈骗集团的共犯。所以唔那是利用你贪心哦，啊，搁利用你的烦恼，对，的这种心情。哇啊！甘医师长，你有什么建议？这样听起来无法度杜绝嘞。对，就是存在即合理嘛。那为什么就是用虚拟货币交易所洗钱的这么多？那就是因为其实洗钱是一个刚需嘛，就是台湾就是有很多不法的资金需要处理嘛。那包含说两岸的关系，所以导致说有很多是需要透过两岸之间互相汇款。那以前都用地下汇兑嘛，那现在出现虚拟货币这个新兴形态的科技以后，
它就使用 USDT 嘛，那更快速、更跨境，而且不用被中间抽手续费嘛，那是不是就是好用？好用就很多人用嘛。但是我们也看到，就刚主任有问我一个问题说，啊，那台湾是不是就变成洗钱的天堂了？其实是没有错，我们某程度是被因为司法孤立无援的情况，我们要进行司法互助很困难，所以诈团包含说像缅甸的汇旺等等，他们都是利用台湾作为一个它中间的跳板去做洗钱，对，这个都是确实存在的事情。但是我们的检警调很努力啊，他们一直在做事情，包含说这个最近有一连串的。把这些掩饰成它是合法币商，但实际上它是假币商，在跟诈团合作做洗钱的这一群不法分子，一个一个都挖出来，都清掉。那这让我们这个产业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好。那我想这都是我们要予以给它正面肯定嘛。那接下来台湾也会接受新的一轮洗钱防治亚太 APG 的评鉴。那台湾其实对这件事情也是如临大敌嘛。那当年我们接受第一次评鉴的时候，全国举全国之力在做反洗钱。那接下来的再过几年，其实我们要接受新一轮的评鉴。那我相信我们在虚拟资产的反洗钱这件事情上面，台湾已经下了很大的功夫在做，不管从法律上面的修法，或是积极的跟境外交易所去进行合作，然后减少这种司法互助的困难。那这个都是我们在努力的方向。我突然间有一个想法哦，林律师你请讲哦，是不是安尼？如果我是一般人，尽量莫去用这虚拟的这货币，安尼就去用诈骗的可能性就降低。这头一个，第二个就是来路不明的，咱就靠做了莫去查。咁是这两种，还是讲无，较健康的，唔通安尼。其实我觉得这点会有点困难，因为其实主持人最近比特币为什么这么红，是因为现在是全世界都在发疯的对加密货币做，而且发疯的其实并不只是一般纯的散户啊。美国的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很大，美国的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甚至连美国的总统川普，他都在推广比特币。所以一般人你说要真的这个时候，它可能会是一个诱惑，导致你犯罪，不是导致你被犯罪盯上的一个工具。可是更多时候，它其实就是一个下个时代的机会啊。所以你要真的去这样抗拒我觉得有点困难。可是这边我其实很想再补充一个点哦。我其实很喜欢今天的讨论，我觉得都是循序渐进。像尤其刚刚主持人您讲到一个全体合法化的这个过程，当然我们直接跳到博弈，我觉得可能太远。可是我可以跟你讲，其实这个事情全世界都在发生。现在比特币各个业者在面临的就是大监管时代。其实现在很多的跨国业者，我们都是叫做 offshore， 我就在离岸去做。可是以前离岸去做，在地的政府也不管你。可是现在不是哦，现在新加坡、杜拜、香港、瑞士、美国。他们都开始要求每一个在外国跨境的业者，你要在台湾要有落地哦，你要过我的洗钱防治哦，你要过了洗钱防治，你就必须要做 KYC 咯。所以当全部都变成合法化，其实你怎么洗到交易所？因为你洗到外国交易所后，其实它直接都可以 KYC 都拉得出来，所以这个是世界在走的方向。那我也可以跟你们跟主持人说到，其实目前哦，近期有一个案例哦，是一个知名的国际交易所。他其实就是在台湾，他是在推广他的业务，而且他请了一个非常有名的球星在公车上贴广告。那他本身没有在台湾落地，其实他就有被检警在关切。对，所以其实，在大落地化，就是要在本土交易所合法性这句话，其实那个英雄所见略同。我们的主管机关也是有跟主持人有一样的想法。可是当然你说博弈那个，我觉得可是你当然说博弈合法化可不可以借此也 KYC 监管？我觉得会有点异曲同工啦。可是，其实就是要借由合法化来好好的去达到监管的目的，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也是我想要跟主持人补充。现在交易所正在进行的就是世界大监管时代。你看起来世界还阁是淡薄仔希望吼，不过爱请招白啊吼，爱来甲大家一般的善良百姓来讲，咱要安怎家己保护家己的钱啊，家己的财产啊。那像头仔电律就讲啊，讲你若感觉吼。有淡薄仔的时阵，你就要较注意啊。例如来讲啊，你若1万2万，你就要较注意啊。甚至迄阵时你就觉察啊，要安怎觉察？骗就是讲都无觉察啊。其实足趣味的是讲吼，伊在反洗钱吼，其实反洗钱吼，伊就金融的限制，伊是矛盾的啦。比如讲，伊这比特币、这虚拟货币，你甲做大落地做管制，伊一开始要去中心化，伊事实上就颠倒变来就是矛盾的啦，吼！伊甲伊本身的目的一开始就是矛盾的，所以伊摕去做这洗钱的这过程内底这个工具，吼，迄是另外一回事。我是感觉讲吼，咱要安怎互大家知影讲，
咱莫去接触到这犯法的代志，因有人犯法要去洗钱，迄是另外一回事，迄是因兜的代志。但是咱的钱莫去互骗去，吼啊，咱莫去做人的人头，吼啊，咱莫涉入这内底洗钱这个过程，吼是上重要的。啊，我常常就是讲安怎吼，你若像我吼，就袂去互骗安怎，我自细汉我就感觉我这个人。看到你就背啊，就惊。我就感觉我这个人就无遐好运，我做啥物代志绝对无迄个。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你敢知吼？啊，咱家己有自知之明。我通啊趁偌济钱吼，啊，我通啊熟悉着啥物的人吼，啊，我的环境是安怎？其实你对家己有认知啦吼，你莫想济，咱讲异想天开是好高骛远安尼吼。其实是为基本吼，咱生活上吼，咱认识家己，啊，咱来加看这个新闻，啊，咱政府来宣导讲，啥物方式、啥物监控是诈骗的吼，啥物监控咱去。线上吼买啥是讲去跋筊，这是犯法的。这其实是咯，大家拢熟悉了这个代志了后吼，咱注意家己，咱若家己莫涉入这内底这个过程内底，啊，人要去安怎洗钱，迄其实迄甲咱无关系。啊，警察检察官伊要去抓，伊去抓，但是咱家己袂损失嘛。吼，我感觉这是上重要的代志。啊，那感情的就无法度了。我讲啊。